我現在身處中山市區最繁榮嘅 shopping mall， 樓上嘅住宅仲買緊2萬蚊一個貨，買間3房單位 total 講緊都要你170萬，而附近一個紅綠燈就有一個新盤，首期3萬，月供3000蚊，就有間3房2廁嘅單位，仲係連埋全屋家私家電交俾你添，4寫5日，亦即係等於零首期 ，amazing！ 仲使咩租樓住酒店？不如直接自己做業主啦。OK， 睇樓。尊貴嘅業主歡迎回家，就係呢間950尺嘅3房2廁單位啦，南北對流嘅戶型，而且仲係專梯專戶添，實實際際整個小區已全面落成，現樓發售，家門口就有香港直通車往返荃灣旺角。OK， 無需多言 ，comment 666，我 send 詳細資料俾你，免費專車實地考察 ，thank you。